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最近伫网络顶悬看到有人咧讨论华语拿的台语应该爱读做 K 也是 K， 咱即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娃娃 TV， 咱先为教育部的词典来看，咱会当看到，不管是 take 也是 K， 拢是拿取、获得的意思。所以这两字咧，会当讲是同意思、同用法的词。甚至会当讲是绝对同义词，敢若是声母无共尔。有人讲这是南北口音无共，北部人拢念 T， 南部人拢念 K。我其实无啥赞同这种讲法啦，因为有南部的朋友表示因兜嘛讲 T， 嘛有北部的朋友表示因兜拢讲 K。阮兜咧，这两种讲法拢有咧用，亲像我有时阵就会讲我去摕物件。有时阵我嘛会讲我去摕物件，所以这毋是南北的问题，这是家庭甲环境的问题。恁兜也是附近的人咧，拢讲体，你自然就会认为体是对的；恁兜也是附近的人拢讲 K， 你自然就会认为 K 才是对的。亲像这两字，有人念番麦，嘛有人念番麦。我要食番麦，我要食番麦。这两字咧，有人念便当，嘛有人念笨蛋。你哪会食便当？你哪会食笨蛋？这字咧嘛同款，这字咧有人念骂，嘛有人念骂。伊甲我骂，伊甲我骂。其他还有足侪无同款的咧，所以咱去讲转来华语拿这个字，你要甲翻做 K 也好，T 也好，拢无要紧。两种咧拢是对的，上重要的咧是大家爱互相尊重，唔好认为家己惯势的讲法咧就一定是对的。大家会当摕出来讨论分享，唔过莫讲别人讲的是唔对的，搁硬要甲人改，安尼就唔好啊哦。好，除了 K 加 T 以外咧，其实华语拿这个动作，搁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杀。杀这个动作咧是有较粗鲁一点嘛，有凊彩的意思。亲像我即马着急要出门，毋过我腹肚枵，搁袂赴坐落来食物件，所以我着伫厝里咧乌白杀寡物件，着出门啊。好，以上就是华语拿的台语讲法，安尼讲大家应该拢清楚啊吼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一把起赞搁来分享出去。未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袂一把起只订阅咧，可以拍开边仔小铃铛，安尼可能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袂记 Lisa 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，大家会记得互相尊重哦。